家裏咧剩低好多嘅杏仁粉，所以咧我請 AI 提供一個食譜，試下做下無麩質嘅蛋糕，睇下能唔能夠成功。同時請大家都俾下意見。材料有呢啲，家裏邊有2個牌子嘅杏仁粉，有部分咧放喺雪櫃，色澤咧有啲唔同。另外咧係用咗羅漢果糖，健康啲嘛。仲有咧係檸檬皮同埋檸檬汁，雞蛋3隻，無鹽嘅牛油50克，最後咧仲有泡打粉5克同埋鹽1小撮。開始整啦！我想蛋糕咧係鬆軟啲，所以咧係將蛋白咧係打發成硬性嘅泡沫狀態，而且咧係將糖分3次嘅加入打發。可以啦，再打發嗰個蛋黃，加入蛋白霜嗰度咧一齊去拌勻，再加入檸檬皮、檸檬汁，仲有牛油。再分2次咧，係篩入杏仁粉，仲有泡打粉同埋鹽，最後咧倒入模具嗰度。大約焗170度30到35分鐘啦，完成啦。第一次整呢個無麩質蛋糕，請大家都俾意見啦，睇下有咩改進嘅地方。歡迎大家留言分享。有少許檸檬味啦，質感咧當然冇戚風蛋糕咁鬆軟啦。